那今天下午，我们特别来到和平医院，记得4月24号，是在当年的4月24号，和平医院开始封院，那也留下了我们在历史上的一个伤痛。那也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记忆，不断的敦促我们，在防疫上面一直做努力。那今天我们至少看到，在17年的今天，这一次的规模比上次 SARS 还要大，死亡率当然是稍低一些。那不过呢，它事实上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疫情。可是台湾在这样的疫情的情况之下，靠着我们的历史的教训跟不断的一些训练，使我们医院在这几年来不断的在感染上的一个演练，还有基础人员的一个训练，造成了我们有一个社会的这样的一个本钱来对抗这次的疫情。所以到目前为止，我们大家都是一步一步在专家的讨论的里面，在我们的 CDC 的防疫人员的辛勤的工作、精确的疫调，我们可以说我们这次在精准防疫上面，我们也树立下典范。那当然为了还有考验，那我们持续要努力。不管疫情的发生的严重，我们一步步照着我们既定的步调跟计划来走。我们更希望疫情能够赶快过去，那也能够照着我们大家的规划，一步一步的来放松。那总是呢，我们这是靠我们坚强的一个训练，跟良好的医院跟医护人员的一个素质，我们走到今天。那未来我们有信心能够继续再往下走下去。和平医院是一个历史的记忆，这样的一个惨痛的记忆，也造成我们今天的进步。那我们未来还要持续努力。确实还没有要封城，也离封城还很远。不过地方政府有鉴于各地不同的情形，要先做各方面的准备，也是可以理解的。因为昨天你才说不会封城，又要封城，可是因为台北市在4月30号就要召集那个封城的兵会来，看是不是这个中央跟地方是不是有一点不同调感？应该也不冲突。我想，我们指挥官、卫福部陈部长都已经讲，我们现在离封城还很远，这要感谢国人同胞，大家一起努力。我们已经连续12天。没有本土病例，所以确实还没有要封城，也离封城还很远。不过地方政府有鉴于各地不同的情形，要先做各方面的准备，也是可以理解的。吉里巴斯经过民主选举后，有不同的政情，我们严密的所注意，那我们也会做各种方面的努力，但现在情形怎么样？将来会由外交部统一跟大家报告。